灿星旅游布局在地服务，台湾六岛第一站就选定伫咧台南正式出发。你会选择伫咧台南作为六岛首站，除了是集团总部会当经直接对着野果游艇会员旅游服务以外，并会甲当地旅游同业合作推动观光。望会当为台南城市行销加分，曾经更加多元的台南在地化服务。我们是做海的哈，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希望可以结合旅游来一起推广海上，不管是台湾的 OTA 的产品，或者是高端旅游或者海上的休憩等等，我们都希望透过旅行社来把它加大，把它加深加广一点。那在一开始由我们这个郑副董现在以前的郑总，现在郑副董来协助其实都是跳火坑啊。那时候真的是2年多前蛮辛苦的，我们把一家一家的门市店都关掉，然后再把现在呢开始要把一家一家的门市店打开哈。那所以在今年年初也跟飞扬税这个台湾区的总监曾正苏总监呢，就洽谈大家合作嘛哈，所以由苏总来担任灿星的总经理。雅果灿星呢，无论是国外旅游、国内旅游，我们都会以台南为最主要的考量。所以无论我们引进了全球什么样的国际资源，我们会优先的提供给我们的台南乡亲啊。同时间呢，我们做任何的旅游包装呢，也会从台南出发，来做最优先的安排。台南门市的规模剪彩仪式，嘛特别邀请到真侪贵宾到场，做伙见证灿星旅游再度起飞的时刻。在六都第一个这个实体的门市在这么紧张疫情紧张的一个状况下，还能够勇敢的投资台南，看好台南。帮我们做一个最好的一个领头羊跟指标我在这边要特别谢谢侯董以及侯董的团队，感谢大家。以台南出发，设计各项旅游行程，规划有澎船搭配平湖的豪华旅游，嘛有高铁假期、南投金源3日游，以及离岛专卖等等，适合各个年龄层。另外，嘛甲台南济间大饭店合作，强推台南当地旅游，同时也会甲各航空公司合作，设计包机业务，服务南台湾乡亲。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